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就任了后，决定把市长的办公室搬到这个凤山。因为凤山这个空间真大，所以决定要甲海洋局的办公室来对调。目前要咧施工，民进党的议员是质疑讲，将近100个海洋局的公务员被逼伫咧像大礼堂的空间来办公，唔但环境歹，而且阁有蚊味啊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新闻局长来澄清，讲这是施工的过渡期，希望大家多多来体谅，未来海洋局的办公室会真舒适。3位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来到海洋局直接公司，不过拢无人，规拢空空，原来是搬厝啊。咱要考海产科的嘛。想未到海洋局900名员工，竟然是搬到大礼堂办公。海洋局的吉祥物就伫门口，办公桌啊拢无隔间，真侪纸箱啊都贴伫舞台顶的。公务人员反映，若到下晡拢有这乌味啊飞入来。可能就是因为风水的关系，所以他把海洋局的同仁从新的大楼赶到旧的大楼去了哈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啦。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了后，为着加强凤山的发展，把4位行政中心的市长办公室搬到凤山行政中心。不过对装潢甲搬迁度要3、4个月，加上阁有网友编出政府的采购资讯，发现市长室装修的工程预算金额94万，质疑浪费国库。新闻局出面解说。那么当然是很困难，也很不好意思。不过这个都只是暂时的做法，包括这个3个单位，市长室、新闻局跟秘书处3个单位共同使用的空间，装修的数字是94万。这个空间有317坪，其实大家可以算一算，317坪只有用94万，其实是没有很高的。虽然市府出面澄清，但是仍然有议员批评市长室搬迁应该要有周全的规划，唔能让辛苦公务人员伫恶劣的环境办公。